英國業主一定要識法例篇 Renters' Rights Act。5月1日 Renters' Rights Act 生效之後 ，Council 對出租物業嘅監管會越來越嚴格。以前好多時都係收到租客投訴先跟進，但而家 Council 如果發現物業有潛在安全或居住問題，佢哋有機會進行突擊檢查同主動執法行動。如果你嘅房屋有潮濕、發霉、damp、漏水長期冇處理、安全隱患冇跟進，租客投訴後無回覆，呢啲都可能成為 Council 關注嘅重點。不過如果你本身係一個負責任嘅業主，有定期檢查物業，收到維修問題即時跟進，同租客保持良好溝通，其實唔需要太擔心。仲有一樣嘢非常重要，就係所有事情都要有記錄，包括同租客嘅溝通、維修安排、維修單據、維修前後照片。因為一旦有爭議，你要證明自己有盡業主責任。記住一點，做好管理永遠比事後補救更重要。如果你希望有專業物業管理團隊為你把關，協助處理租客關係、維修跟進同法例合規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。繼續分享條款之前，簡單介紹下自己。我哋係名門物業，專注幫客戶買入優質物業，多年物業管理經驗，同埋有自己嘅裝修團隊。我哋嚟緊每星期都會分享一條英國業主一定要識系列，幫你更易管理租客，防止物業損壞，長遠幫你慳錢。記得 follow 我哋名門物業啦。